和平波搞掂，直線力山，加州動員，最後一集，大家認住呢個粉紅衫啊！閃星輝煌，好啦，閃星輝煌搞掂埋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今季最後一場分級賽啊，3級賽千萬精英碟。好啦，起步嘅時候啦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噶，前面快啲馬都係和平波相當快噶啦，外面閃星輝煌都係唔慢噶。守住第3位，中間有呢隻加州動員，埋邊仲有呢隻知足常樂啊！咁啊，守住入邊第5位啦，就有呢隻智取神區同埋筋斗雲，守住第6間。外邊位置就有呢隻遊龍串鳳啦，守住第8位嘅馬呢，就係嗰隻白河飛區，拍住埋邊位置就係嗰隻嘉盈傳承嚟噶。一對安係嘅馬守住10、11，外邊有呢隻安裕啦，中間就有呢隻安請尾4位置，尾3位置直線力3尾以美麗同享，暫時殿後嘅馬匹都仲係嗰隻有目共賞嚟噶。好啦，過晒1200咯，和平波帶頭加州動員守住嘅第2位度，第3位閃星輝煌守住第4位就係嗰隻嘅智取神區嚟噶，中間仲有呢隻知足常樂守住嘅第5啦，外邊仲有呢隻嘅遊龍串鳳啊，埋邊位置仲有呢隻嘉應傳承啊，中間黑衫筋斗雲啦，咁再外邊位置就有呢隻白河飛區啊。橙衫嘅直線力山守住嘅第10位嗰度，後面嗰4隻安請、安裕尾3尾2位置老馬就係嗰隻美麗同享，暫時殿後嘅馬匹就係嗰啲有目共賞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啦，前面而家見到帶咗出嚟嘅馬就係呢隻和平波啊，守住第2位，中間有呢隻紅加州動員啊，外邊仲有呢隻嘅閃星輝煌守住嘅第3位，埋邊位置有呢隻智取神區啊，中間位置呢就有呢隻遊龍串鳳開始衝啦，外邊白河飛區撳住咗，中間美麗同享呢都有份衝，外邊安請打落去又麻麻地，反而外面有目共賞呢追得好犀利啊！好啦，去到最後200零米範圍嘅時候，前面透出嘅馬就係呢隻白河飛區，埋邊和平波唔散，外面老馬呢就係呢隻美麗同享，好犀利呢幾步，外面仲有目共賞，接近終點，大家都估唔到啊！美麗同享夜馬跑第2名呢，好近啊！係咪中間位置嗰隻白河飛區機會高啲呢？外面嗰啲有目共賞呢追得好犀利啊！咁啊，結果呢隻老馬美麗同享成功重開勝利之門啊！喺呢場精英碟度跑第2名呢，係咪中間嘅白河飛區機會高啲呢？因為外面傳上嚟仲有嗰隻嘅有目共賞，第4名先至係嗰隻和平波啊！